土瓜灣青葉海鮮酒家飲茶。港鐵土瓜灣站尾出口出站後轉左沿炮仗街直行，去到新山道轉左直行，行多幾分鐘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茶錢11蚊，早茶同下午茶一樣。早茶北菇滑雞飯14個8，雞肉幾滑，味道 OK。早晨孖寶38個8，春蛋燒賣正正常常，冇乜特別。4寶雞扎有蟹柳、火腿、魚肚同雞，雞同魚肚都幾好味，其他一般。早茶孖寶29個8起。煲仔飯14個8，點心16個8起。雪菜鴨絲炆米38蚊，鴨絲都多，味道一般。皮蛋瘦肉粥16個8，算幾大碗，味道唔錯。煎釀茄子16個8，魚肉彈牙，幾好食。下午茶點心16個8起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小點18蚊，中點23蚊，大點26蚊，特點30蚊，其他時段就貴啲。